大家好，敢有听到我的声？大家好，大家好。今日甲平常时共款，若是感觉讲伤大声，还是伤细声，拢会使甲我讲。好，今日就是要来即个，稍等我调整者。好，今日就是，迄个做啥？离职后入谈安尼。就是大家知影阿辉就是进前有做一个咖啡厅的工课，就是讲做到10月做了都无要继续做啊，所以反正就是做到10月都无继续做啊，10月做了，即摆已经11月啊，11月啊，就是会使甲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敢会当讲是离职的即个心得，应该袂当讲是心得啦，就是一寡感想安尼，虽然嘛，就是死头路的感想安尼。大家小等若是有啥物想要问的问题，拢尽量问无要紧，我会使回答的，我拢会回答。今日想讲就是，惊讲我一个人敢咧讲话，可能较无聊所以我想讲，互恁嘛是有一寡画面会使罔看安尼所以我今日就。因为嘛，足久无耍即个 game 啊，我就想讲，我就来拆牌啊包好啦。毋过即摆因为要打开看起来还无足侪人入来，所以较重要我想看觅，我敢要直接开始讲。直接开始讲，我嘛毋知影恁，就是因为即摆人无遐啥啦？我遮网络是阁无好呢。我嘛毋知，我毋知影是安怎会安尼呢？因为自迄个风台来了后，阮遮的网络若像都有小可怪怪，所以若是我嘛袂当安怎，若是走袂叮当，我若像嘛是无法度创啥吼。阿咪早高早，你敢是哪起来？你好，你敢食早顿食饱未？敢有食物件？若是抑无食物件，会使去摕一下洗手是安怎？莫咬着家己啊！其实我原底按算要离职已经上足久你伫枕头顶面安尼应该是敢有算是起床，就是伫已经起床甲还未起床之间安尼。其实我原底无想要拖遮尔久才死头路的，因为我就是感觉讲做咖啡厅，因为奥客足济啦，讲较白就是奥客足济咱若是奥客足济，就是迄个，因为阮是 chain store， 阮是迄个连锁的，就是爱配合迄个总公司有一个。奇怪的规定，有的规定就足白痴的或者遐规定，遐的规定基本上拢是有甲人客当做人啦，无甲咱遮的员工当做人即种的感觉。无算有起来就是目睭小闭开安尼尔，人还袂离开迄个你的面床安尼，安尼袂要紧，我有听讲就是。咱若是要起床的时阵，若是感觉讲起床即阵代志伤过困难，你会当就是听一下电视，还是听一下 VTuber 海信安尼，就是互你的头壳有一直接收到一寡信息，你的大脑就会豆互你精神安尼，所以反正你即个。伫面床顶看我的代志，正确的决定，凡事对你起床有帮助安尼免客气，家己保袂超车。你就是安尼落尾我就感觉讲，我做迄个，因为自我做迄项工课了后，我就开始我的情绪真是有影愈来愈歹就是搁较对一寡较细项，都毋是讲介要紧的，都有真侪生活当中有一寡，毋是讲介要紧，毋过就是互做小可袂爽的代志，我愈来愈无法度忍受。所以我有感觉着做服务业对咱的即个心理健康，有影是有一寡
有影是有一寡负面的影响啦。所以我就想讲，安尼我无法度，我应该爱想看卖看爱换啥物款头路啦。啊，迄阵就是因为我一直有咧接一寡就是外包的案，主要拢是咧加影片的。啊，迄阵我就是我的案主有互我较济，有互我拿来拿济影片。啊，我迄时就想讲，其实我若像嘛是会使，就是莫做线工啦，啊，就是甲我的时间，若是摕去加影片，因为我加影片嘛是总是愈加会愈紧啦，就是你熟手了，你总是会愈来愈紧，所以我落尾就发现讲，若像其实嘛无遐歹趁，就是加影片若像是比即个做线工有较好趁淡薄，就是若是直接算迄个。开的时间甲摕到的钱安尼去算，若是安尼算，就会变做是，其实做外包，若像其实是较好趁。所以我落尾就想讲啊，我其实就无需要去做遐尔臭钱的工课。我毋是讲做即种头路做臭钱啊，我是讲迄个人客就讲当做是做臭钱的人安尼，我就讲好，不如就卖。我原底想讲，我做到10月中就好，因为我若是直接甲阮头家讲啊，我后礼拜都无要做安尼，若像嘛是有淡薄仔伤过，对人嘛较歹势啦，就是伤过紧啦。啊，毋过因为阮迄间店就是一直拢做欠骹手，啊，毋着废话，你就是咱总公司实在是你拢甲员工当做一寡做臭钱的人啊，叫因就是爱买一送一啊，你的饮料有买一送一啊。你的饮料有买一杯送一杯啊！你薪水嘛无互人双倍啊！啊，你安排迄个人嘛无双倍啊！啊，你还好意思？莫怪老袂调人啦，莫怪你的老人袂调，这毋是重点啦，迄嘛毋是阮的头，迄嘛毋是阮迄间店的头家会使决定的，迄是顶头的总公司的问题。非得就安尼啦，啊，就是我原底是甲阮迄间店的店头家讲。我想要做到10月中就好，啊，毋过就是甲我哀讲拜托啦，就是敢要当甲10月做了，我就想讲好啦，袂要紧，我就是因为我虽然讲是接案有较好趁，啊，毋过就是迄个来源嘛无一定遐稳定啦，所以我就想讲好袂要紧，就加做半个月嘛会使。即我已经是自由的飞鸟啊，毋免看人的目色过日子安尼，爽啦。啊，就是其实我要离开进前迄2工，其实我是真正有感觉到我其实无讲做讨厌迄个工课啦。其实我嘛毋是讲真正做无介意做咖啡厅，就是钱无够济尔，就是，其实我感觉，甲人去开讲啊，甲人去推荐迄个饮料，还是做饮料，这个代志其实要算是真好算的，就是无好趁啦，就是无好趁。我就感觉讲，我袂使一直安尼，我要是爱生活，要是想要会使欠较济钱吼，所以我要是无法度继续做。啊，毋过其实就是我甲我的同事互动的迄个感觉，佮有迄个做饮料的过程啊，遐代志其实是趣味的啦，其实是新鲜的。毋过就是钱无够济。因为因拢是用迄个上加迄个，就是照政府规定迄个上加去算，所以就无法度。啊，就算是变做正钱嘛是共款哦，就是若是就算你去做，就算你去爬较起哩嘛是小共，你迄个逐点钟袂晓讲诶，逐点钟诶薪水嘛差不多拢是按照迄个政府互你诶迄个。上加迄个去算，我就会感觉讲，这资本家人他会遮小摊，太好意思，这很欢迎你来食肉袂？敢有食安尼算中昼顿还是啥物？
好，毋知嘿，食饱未？欢迎你来，我先来讲我。我原底叫是会使讲足久，啊，毋过其实若像嘛无啥物足侪细节通好讲吼。反正就是好，较好耍的就是，因为阮是连锁嘛，阮是 chain store 啊，阮就是有倒位若是有欠骹手，就是会互相支援安尼，比传说中的违法团散较好啦，是啦，无毋对是无毋对，上无伊是有照法律规定的啦，所以其实嘛是毋是上歹的啦，有影，我若是后摆感觉我接外包接无够啊，食袂饱的时阵，我反正嘛是会考虑倒去做即种服务业的，嘛是有考虑啊，时到才讲，即摆要想要先试看卖，好啊，即中昼食真饱，好，安尼好。我想看卖，我中昼食啥？我中昼食卤肉饭，配迄个红油炒手，比你的工课较正常。哦，好，嘛对，就是迄个，阮较是迄个做啥？因为阮是大公司，所以伫法律的方面要求应该是会较严格，所以应该较会照法律去行，无毋对。我知影啊，即个工课嘛是足辛苦的，我已经算是较好命有影，好啊，要离开进前，我感觉较好耍的代志，就是因为阮是连锁，阮是 chain store， 所以就是倒位欠骹手的时阵，咱会派人去别间店去支援安尼。啊，因为阮迄间店平常时拢足欠骹手，所以其实一般来讲是无咧派人出去的，拢是共招人入来较有。啊，毋过我要离开前一工，就是阮头家有派我去别间店支援。啊，这嘛是介好耍哦，就是因为阮是阮迄个，就是做饮料的材料，拢固定就是迄几项啦。啊，毋过逐间店咧放物件的迄个，因放物件的迄个所在，迄个位拢无啥共。敢有足远的无？因为其实我原底咧上班的迄间店，其实离阮兜足远，差不多骑车爱骑40分钟到1点钟安尼。我是掠较量的，若是掠较量的，就是要到1点钟安尼。啊，实际上会较紧淡薄，因为我爱留时间转卡，还搁爱去便所者安尼。反正对我来讲，原底迄间店足远的。啊，毋过我去支援的迄间店是伫我平常时上班迄间店，甲阮兜之间差不多中安尼。所以我去支援的时阵，爱开的时间是平常时的一半，所以颠倒是较近啦。嘛足奇怪，毋知是安怎一开始会甲我安排到迄间店去。啊，对啊，我本地迄间小园有够有病，足有病。这嘛是互我足想要离开一个原因啦。就是我逐摆上班拢爱开差不多你要1点钟徛到遐，这足袂好的呢。这其实是足奇怪的代志，所以这嘛是我想要离开的其中一个原因啦。啊，我去支援的时阵足好耍，因为阮迄个做饮料的所在，号做吧台嘛，啊，迄就是人客袂当行入去，啊，大家有看过若像柜台即种物件，就是伊通常是算是一个长长的桌仔，敢会当安尼讲？柜台即种物件就是一个长长的桌仔，啊，伊就是有一边是人会使行入去，啊，另外一边就可能就是无路安尼。啊，我原底迄间店是为倒手边入去，啊，毋过我去支援的迄间店是为正手边入去，所以因迄个物件咧放，逐项物件咧放拢甲我原底迄间店的拢总是颠倒变的。所以我咧做代志的时阵，就感觉讲，哦，这爱小对，拢颠倒变哦，拢颠倒变哦，啊，就是我会
手甲我的头壳就是小可无协调安尼，对袂着，因为已经惯势啊，安尼做代志的时阵都卡，嘿，做无顺手有影，嘛算是心息啦，但是迄种感觉都袂输你耍一种，你耍一个 game 耍足久啊，耍一个电动耍足久啊。过真久了后，伊熊有一个 DLC， 还是伊熊有一个更新，熊有一个更新啊，就是你可能有买啥物件，拢是你原底会响，啊，毋过就是会有小可迄个新的刺激，互你感觉小可心息啊，小可爱重新惯势者，这嘛是好耍。倒拐啊变做正拐啊，倒拐啊是啥？哇，台湾话无解会晓讲。倒拐啊，查者，倒拐呀，查无，小等哦。倒拐啊，就是你啥物意思？倒拐啊，阿好，这阿慧实在，啥物意思？啥物意思？倒拐啊！哦，我拍毋着字。哦，倒拐啊！平常时用倒手的人安尼。哦，了解。哇，我台湾话爱考大家。所以用正手的人就是正拐啊！无啦，伊虽然讲是迄个正平倒平颠倒平，啊，毋过。无需，就是你平常时若是用正手摕汤时啊，你无需要用倒手袂要紧，嘿。啊，毋过就是物件咧放的位，就是一直会记袂牢，嘿。啊，我支完了，就是过顿工，就是我的上尾一工。啊，迄工我就是过顿工，我要是转去我原底迄间咧上班的店。啊，结果就是上尾迄间的时阵，我的头壳已经变做去支援的迄间店的形状啊！啊，结果就尾上尾迄间就是搁爱重新搁甲变倒转来，那真是做袂惯势的。哦，正怪是黑白讲的，原底可能无安尼讲，了解。嘿啊，那会敢若有用倒手的人叫做拐啊？这就是以前有迄个技师啊。咱以前毋是拢对迄个用惯势用倒手的人较有歧视。我有听人讲，以前就是你若是细汉时你拢用倒手，你父母佫真有可能会叫你爱改倒转来。虽然袂当讲倒转来，啊，毋过就是叫你爱改做用正手。那像以前嘛是拢有安尼嘛。了解，所以你就要甲咱歧视倒转来安尼。啊，学对啊，我感觉会使啊，就是咱若是已经惯势讲正乖啊，讲惯，已经惯势讲倒乖啊，讲惯势啊，袂要紧啊。毋过咱爱公平，就是袂当干若有一种人或者乖啊。咱讲倒乖啊，倒讲惯势袂要紧啊。毋过就是后摆叫迄个惯势用正手的人嘛，叫伊正乖啊，才有公平。安尼会使。我是阿慧，我是一个正乖啊。啊，毋过即马变做迄个伤仔妖怪，应该是无手啊。讲到这个，我其实有咧想，因为其实照你来讲，迄个伤仔妖怪即种物件，咱这宝箱怪其实是原底迄个英语叫做 mimic 嘛，但是伊其实是变形，伊其实是雕工变形变做迄个伤仔的形来共骗。所以其实应该是会使变做各种无共的物件的，安尼是毋是就代表讲，其实阿慧会使变做足侪无共款的形？那像其实会使吼，哎呀，毋过委托爱钱啦，毋过就是汉民嘛无犯法，所以嘛对吼嘛是会当伸骹手吼，对啦。我嘛是会当有机会的时阵生一个手，生一个骹嘛是会使。无我是安怎来拆白仔包的，对无？拐仔总感觉是要将人累落去。
对啊，是安怎好做正？是安怎好做倒拐啊？拐啊，毋是咱迄个行路无方便的人咧举迄支。无说字试着。哇，倒位还有白包，我进货进伤济啊！你看，这规个街仔路拢是我的仓库，所以这盒是毋是这盒？伤久无耍，无解顺手啊！反正我即马就是足认真咧，家己讲。对啊，我即马真正有较认真咧开台吼。迄个洗头路了后，就时间较自由，较有法度家己安排，才有法度安尼较定开台。啊，毋过我嘛咧想，是毋是有淡薄仔开收济啊？安尼大家若是想要大概拢有来的时阵，大家就爱伫足奇怪的时阵起床。嘿，对，规条路拢是阿辉的仓库，水。阿辉伫我有纳税金啊，所以迄个借用者，是毋是甲我的小仔毋知影踢到倒位去？后无看毋着，看毋着。我想看卖对即个头路阁有啥物不满，应该是无足不满啦。啊，好笑的代志。其实，一开始咧学的时阵，就是要学迄个安怎来伫咖啡店上班的时阵，一开始真正是有较袂当讲是痛苦。上一开始咧学的时阵上痛苦啦，毋过到尾就是有较惯势啊，有掠着迄个做代志的美感了后，就其实去上班的时阵，就是你人到位。你嘛无需要思考伤济，啊，你的迄个，你的身体有迄个记忆啦，你的身体就大概知影啥物时阵要创啥，啊，就是足主动的，就是你看到一个饮料，啊，你的手就知影要安怎做，啊，你就做好就好。啊，毋过就颠倒变做是去上班的时阵，要是会忝。要是爱开精神开啦，毋过若像对头壳无啥物帮助，无啥物咧动头壳的感觉，嘿，毋过就是顺手了后，就无讲做有压力，嘿，毋过就是我落尾就是有真侪人拢。就是有真侪人拢无做，嘛毋是讲无做足久啊，毋过是一直拢会有人一直拢会有人离开啦，毋是讲所有人拢会留落来，啊，就会有新人安尼，啊，毋过有的人就是不受教，有的人歹教啦，就是因为阮爱准备的材料爱安怎准备，遐物件拢是爱背，而且因为可能是大公司，所以就是敢会当讲是足严格，就是你迄个水分爱偌济啊，你迄个粉爱落偌济，爱用称的，迄拢是有要求较精准啊，所以你爱甲背起来啊。毋过有诶，应该会当讲较无经验，还是安怎的，就是有诶，就是袂去。简单讲就是无想要读册，啊无想要背，啊，你叫伊转去爱背，啊，你隔顿工过，伊隔顿工来上班的时阵，伊就拢规个，你问就知影伊拢无读，就是伊咧用的时阵拢甲黑白用，啊，你就会感觉头壳足疼。而且照伊来讲，迄个训练员工应该毋是我的工课，啊，毋过因就是。总是就是叫你爱小甲看者，啊，就变做落尾就变做是爱甲教。安尼做上久的人，差不多拢做偌久。其实我感觉阮遐是做两种人啦，就是有两种，一种就是做无偌久，就是像我即种的。上久的，像我即种的上久可能就半冬，若无就你要一冬安尼，
我即种就是有找着其他的工课，也是我真正感觉挡袂牢的时阵，我就会离开。另外一种就是可能真早就开始做即项工课，因为阮公司伫较早的时阵，甲即卖的迄个有足侪物件是无共的。以早是爱介绍，爱甲你介绍，你才有机会入去哦。以早阮迄间咖啡厅是做 high class 的，拍哩的，拢是有一寡迄个高级外国人才会去的安尼。若无你就是开出像讲英语，还是你是 ABC 你才会想要去。毋过即摆毋是，即摆已经是做普通的饮料店。或者就是有真侪人是上一开始就入去的，所以伊可能对即个咖啡厅是较对即个品牌是可能有感情啊，是安怎？无就是已经做足久，已经做惯势啊。遮的人就会做真久。像有一个比我少年一岁一个我的同事，伊比我少年一岁，毋过伊是我的同事，因为伊18岁的时阵就开始做，伊18岁就开始做，伊做甲当已经。应该是7档啊，对无？对，应该是7档啊。即种就做足久诶。对吼，即个店嘛是共款嘛是老人袂调。我感觉即度诶，哪像拢较安尼吼，有诶人就是，嘛会当讲是你还无开始做进前，你可能无确定做即度诶时阵需要做啥。就是你，比如讲我家己嘛是啊，我家己伫开始做即间咖啡厅进前，我嘛毋知影做咖啡厅爱备遮侪物件，对啊，要么开始做太知影。可能有诶人就是原底叫是讲较轻巧啦，有诶人原底就叫是这是一个轻巧诶工课，落尾去做诶就发现，毋是安尼，毋是安尼，就无法度去继续做落去安尼。所以我会当想象。可能嘛毋是，就是我嘛袂感觉讲足奇怪啦，就是有即个现象。这嘛是嘛是做即个头路做7档外。我有咧想讲，是毋是较我即度的可能拢是像安尼像安尼是两种人，就是一种就是较无动头，像安尼，就是。做咧，就真紧就离开啊，嘿。另外一种就是感觉讲，即项工课做了有顺手，袂去感觉讲做讨厌记遮的物件，就会使继续做，嘿。无啦，都是逐项工课，咱拢有适合甲无适合啦，真正是爱试看觅，有真侪代志拢是爱试看觅，才知影你敢真正有介意即个工课。无介意就会离开嘛，是真事常的代志。有偌济饮料项目，毋是本地就知影，迄会改啊，迄毋是固定的啊。而且我也无遐接咧食，因为阮迄间咖啡厅算是有较贵，所以我原底也无遐尔接咧食。你安尼讲嘛对啦，原底是应该差不多知影有偌济种的饮料项目。毋过其实阮的菜单，就是阮迄个店的迄个柜台后壁拢有一个菜单。毋过其实阮的菜单毋是全部的项目拢伫顶面，这我原底真正毋知。因为原底我嘛是有食过几摆啦，毋过我看着个菜单，我就会当真自然的。叫是讲，干那遐的物件尔。毋过落尾去学的时阵，才知影毋是，有足侪别项物件，就是可能是以早出的。以早出的，就是伊就是人客若是要点，伊还是会使点，因为材料若是有，咱就爱做互伊。迄个柜台的机器嘛会使点，毋过就是无写伫菜单顶悬，嘿。所以一开始毋知影真正有遐济项，就是我迄间咖啡厅你会使点的物件，你实际上真正会使点的物件，是你伫菜单看到的可能2倍还是3倍哦。对。这是讲无想要做对家己的心思过袂去的工课，啥物意思？你是讲有一寡
对做的物件有实无实真晓伊。所以你是讲有一寡较空的，就是你虽然会使趁到钱，啊，毋过你无感觉到实际上对这个社会有啥物帮助，你就会做袂落去，敢若是即种意思。安尼我可能小可会使理解哦。就是讲嘿，我可能做即种代志有趁到钱无毋对，啊，毋过我敢真正有咧做啥物有意义的物件，做啥物有意义的代志，会有即种感觉对无？这我小可会使体会。我可能嘛是因为我做咖啡厅进前的另外一个头路嘛，毋是直接有实体的物件出来的，所以我有一方面嘛是因为安尼才想讲想要来试看觅做一个有实体的物件的头路，可能较袂遐空虚安尼，嘿。哦，阿咪的意思是讲本地就应该知影合作者，嘛对啊，嘛对啊。我感觉讲你你既然要来做即个工课，你应该就是你是安怎会感觉讲毋免读册？你是安怎会感觉讲毋免转去记物件，就会使来上班？应该任何工课拢无遐尔轻巧啦，大部分应该拢毋是遐尔轻巧的。所以我有时嘛毋知影，迄个有一寡新人伊就做2工，就感觉讲家己无法度，就小可袂当理解。啊，这听起来是迄个食米，若是无抹红，若是毋抹红食，伊就无想要做。你是讲迄个毋抹红食？你是讲迄物件也袂食啥？什么意思？你讲食毒哦？还是安怎？什么意思？你是讲迄个？你是讲食食的迄个内容，若是对咱身体无好，家己袂食的。嘿啊，啥物工课拢是爱记啊，毋管是啥物款的工课，你总是到一个新的环境，总是有爱学习的。也是你要学安怎甲你的同事，还是你的顶司沟通，这嘛拢是爱学的啊。哎。哦，材料无好的感觉，了解。嘿，因为我迄间咖啡厅物件拢足贵的，啊，毋过我去做了就知影，做咧就知影，迄个材料嘛无讲偌高级哈。落尾我就对迄个对即个牌子真正是印象愈来愈歹，就是安尼，就是毋知迄个贵啥物意思。真有名，你讲倒一间？你是讲我咧做迄间，你竟然已经知影是倒一间啊？哦，安尼你袂使讲哦，我拢袂承认哦。应该，其实应该做侪饮料店拢是安尼啦，就是总是爱省钱。哦，你的朋友有咧烘豆仔的呢？哦，所以伊嘛算是，就是烘豆仔的师傅就对。嘿，材料卫生品管真重要，无毋对。阮遐对卫生是算是有要求啦，啊，毋过迄材料看起来就是，嘛毋是讲真正无好，啊，毋过要安怎讲，都毋知贵啥物意思。阮遐有迄个三多一切，也是迄个。也是芳啊，遐物件拢卖足贵的，啊，毋过其实甚至嘛有一寡人客叫是迄是阮家己做的，啊，毋过其实毋是哦，迄拢是为工厂来的哦，迄拢是为在地工厂来的，嘛毋是讲在地物件就足粗俗啦，啊，毋过就是伊就是一个三多一切会使卖甲可能你要200箍。啊，我就感觉讲太有可能，迄内底也无几块吧，太好意思啊哈！嘿，新朋友，呼噜同学你好，初见面你好，初见平安。我平常时讲台湾话较济吼，所以要紧你若听无会使甲我讲啊，你若是
你若是用其他的语言留话，我嘛会使用你留的语言甲你回。我会晓啦，若是我会晓，我若袂晓就无妥。欢迎你来。你是为倒？你是安怎熟悉？应该是讲你是倒位看到我的？我真好现。我主要是用这个直直的这个放上嘛，算是还有啥重型配信。毋知影到底敢会因为安尼，就拄着一个原底无熟悉的人，这我毋知。真好现。今日咧开讲的是讲迄个我洗头路的代志，我原底做咖啡厅，即摆洗掉啊。对啊，阮的卫生，就安尼。但话无练转练习不要紧，你若是有机会，就加讲，就会愈来愈敖讲；若无就是加听，就你来加看我的台就会使，家己保者。对啊，毋过其实我感觉我安尼，其实即个做咖啡厅做了嘛，哪像嘛无学着啥物物件。其实无学着啥物物件啦，就是小可会知影讲，咱做食食即个要安讲，做餐饮业大概是，就是大概咧创啥啊，大概。就是小可知影即个头路大概是生做啥物型，都安尼尔，就买迄个，因为有的人伫迄个小的蜡体顶面的画图嘛，就是花起讲拉花嘛。原底照来讲，阮是爱学啦，毋过我也无学着，因为我平常无咧练习，就买，因为时阵做赶的时阵，根本就无机会互你练习。久啊，我著规气就好啊，我袂晓就袂晓，无要紧，我著后好无？我著无后，我著袂晓。结果就安尼啊。你是蓝天来的，原来是安尼。哇，我迄阵就想讲，因为迄阵开始有人咧用蓝天，就是因为做啥？因为迄阵迄个 Twitter 有讲迄个 AI， 就是你的图拢会互伊摕去试 AI 嘛，有真侪人都袂爽，就去开迄个 Blue Sky 的口罩嘛。迄阵我是想讲，我应该袂因为安尼就放弃 Twitter 啦，较无遐尔。以我经营的角度来讲，无遐尔实际。毋过我就想讲，既然开始有可能会开始有哪来哪侪人用 Blue Sky， 安尼我是毋是应该来开一个？所以我就真正开一个。结果真正有互咱的新朋友来呢，水。会当互较侪人来看台对台。来了解台语文就真好，无毋对。安尼我真正都欢喜，会使拄着新朋友。所以迄拢是有会晓的同事咧做。应该是安尼讲啦，就是咱迄个小的蜡体啊，你若是就是做饮料的人甲负责画图的人是同一个啦，因为迄是你做饮料的上尾一个步骤，就是你会甲迄个图画出来。所以咧，若是我负责做饮料的时阵，我阁袂晓，我就买画图，都无法度，真正无法度，我就买画图啊，有的人客，大部分的人客，伊若是无特别讲，伊嘛是无要紧啦，伊嘛无一定要爱有图。若是有特别要求的时阵，我就真正爱去找会晓的人来画。奇怪，画图也无捡钱，嘛无加收你的钱。毋过反正我的规定就是人客会使要求，要求的时阵，我就真正我袂晓啊，我就爱找会晓的人来。毋过其实因咧甲阮教的时阵嘛，无开足侪时间，真正教咱画图啦。因为就是讲欠骹手嘛，所以真正无遐尔侪时间会使豆豆啊，甲你训练甲会晓。上无我遐是安尼啦，所以就人客歹势吼，我就袂晓。我无，就是落尾我就想讲，莫我白讲话好啊，好，我白讲话好啊，但是
我做想要甲人客，我无讲，我想尔，我做想要甲人客讲，歹势我不会拉花，我只会拉肚子。我毋敢，我无。嘿，阿酸安安，阿酸你好，欢迎你来。足久无看，无啦，毋是昨才有。敢是昨？我昨敢有开台，奇怪，今日是倒一工，今日是。哦，过甲毋知人，过甲毋知倒一工是倒一工，笑死。回答就是你好，欢迎你来。哦，有开啊，毋过你无出现，要紧。今日有来，我就足欢喜啊！较有名，敢毋是伫杯仔顶边黑白画物件？这毋是黑白画物件咧。哦，我会记啊，阿选你有讲你若像昨有讲你要出门嘛？你要出门，你无法度对着迄个昨的迄台，我有印象。哇，阿咪讲的迄间哦，迄间毋是黑白画啦，较有名的就是伊是迄个你应该是讲最有名的迄间国际嘛，就是伊有写人客的名啦。哦，对，昨甲伊离开啦，对。是安怎？我今仔日个母无啥清楚，昨是倒一工，偷甲大家讲是。昨毋是甲伊利开台咩？就有讲迄个 Pokemon 较早的系列，我拢无算过。昨有讲到就是，因为伊利有算迄个 Pokemon 的 TCG 啦，所以阮昨开讲就是有讲到做者 Pokemon 的代志，昨就是讲到我无算过 Pokemon 的电动，毋过阮厝内人的迄个Switch，伊有买迄个 Pokemon 的。电动，互我学着，互我敲着，所以昨我暗时，昨我半暝就咧耍 Pokemon 的电动，算甲，我做歹势，讲出来做歹势，讲出来做见笑。我昨算甲透早5点外，我是困甲头拄仔才精神，嘿。所以我今日已经无啥清楚，今日是倒一工。昨是拜鬼，我拢无啥清楚啊。是安尼，嘿。所以就是安尼，讲甲大家听了灰歹势。但是我家己甲伊利开讲，感觉伤过欢喜的，对啊。迄啲迄间就是较出名，就是伫杯仔顶面写人的名，无毋对啊。迄阵就是有迄个，互足侪人讨论的，就是伊名会写毋对嘛。对，以早是有安尼，毋过即摆无，因为即摆伤过无用啊，所以因拢无咧画啊。因为就我的了解，以早上开始迄间咖啡厅是做。想要互人客有一个你足特别的感觉，所以伊会问讲，伫台湾我毋知啦，毋过伫欧美伊就会问讲你叫啥物名，伊会伫迄个杯仔顶面写你的名，比如讲，我想看卖有啥物名，比如讲伊问讲你叫啥物名嘛，若准你互做啥？安阿峰你好，比如讲伊会问讲迄个你叫啥物名，伊就讲我叫阿峰。伊就会伫迄个杯仔顶面就写这是阿峰的饮料，就问讲你要点啥，伊拢伫杯仔顶面写好，写好了后就是伊要叫你来摕饮料的时阵，伊就会话讲，阿峰的饮料好啊哦，就安尼，你叫米剑嘛，毕竟我是咧鼓励，无一定是你，反正我中之人嘛有做阿峰啊，无啦，我别讲的，伫后面若像是安尼啦。伫台湾我都毋知，毋过即摆迄间拢办足侪活动的嘛，拢接咧有迄个买一杯送一杯，所以较无遐实际，就是若准凊彩记咧啦，若准你4个人做伙去买，你4个人去点，你就4杯饮料啊嘛，你可能后壁佫排队若佫排5个人，你迄个要出饮料的时阵，你就有9杯。他有可能安尼一杯一杯来叫名，应该是无啥有可能，对无？所以像我知影，即马是较无咧，就是伫台湾，因是较无咧安尼做。写毋对的较少，黑白报的较济啊。你是讲
黑白报家己的名，啊，摕着了后才调工翕相，讲哈哈伊声毋对安尼。哦，那像嘛是有人会安尼嘛？对。轰字拢无共，不是咧写毋对字，无毋对。你若是伫台湾，毋管你是用台语也是用中国语，拢会拄着相像的问题，拢会弄名有影，就是啊，伫后面嘛是共款，因为因有诶迄个因英语名有诶是念起来相共，啊，毋过拼写诶方法就毋若一种，所以伊可能嘛毋知你诶名要安怎拼才对，嘿，所以拢有做者即种写毋对诶代志。对，阿芳的汉人弄名，因为咱台湾话要叫较亲切，拢会较啥物嘛，阿慧啊、阿芳啊、阿米啊，即种的拢，若是干那一个字的时阵，要弄名的迄个几率真正愈悬嘛，嘿。毋是，互台湾叫家己想要叫的，可能是角色名迄种。加在我无拄着即种的，加在我无拄着即种人客。无我若是要叫名的时阵，叫派大星教授加博士先生，你的音疗好啊，我真正会笑死。安尼嘛是介趣味啦，安尼较袂弄名嘛袂歹吼，对无？惊着你无算过抱起电动，你知影人拢是算过介意，你是讲你知影的人拢是先算过抱起蒙的电动，介意了后才来算 TCG 对无？我嘛知影应该是即种的较济，毋过我较无共，因为我细汉时嘛无看过 Pokemon 的迄个 anime， 我甲大家较无共，所以我无，就是我所以就变做我对迄个 Pokemon 的迄个遐个蒙，毋是遐个蒙，遐个宝，遐个 Pokemon 拢无讲做有感情，毋过因为我足爱算 TCG 的。我原底是算迄个魔法风云会吼，魔法牌。我原底拢是算迄较济。我国中的时阵有算游戯哦，嘿，就变做讲，我是因为想要算 TCG， 才来想讲，即款 Pokemon 遮尔啊强，是毋是会使来算看觅？嘿，才安尼来熟悉 Pokemon 的，嘿。毋过我真正无算过，无要紧，毋过算者就哎呀。我昨就算到透早5点半，足吉笑诶，真正好算咧，真正好算，袂歹哦。嘿啊，即种足好笑诶啊，黑白好命，当然好笑。派大星博士先生也 QQ 奶奶好喝到咩铺茶，好啦，好加载阮的迄个饮料的名拢足正常诶，阮的饮料的名无遐尔，无遐尔见笑诶，互人讲出来见笑诶较无。毋过阮的足侪饮料的名嘛是足长的，长甲迄个人客嘛无啥会晓讲。我要替伊点菜的时阵，我便大讲全名。就是我袂使讲迄个饮料的名，讲出来大家就知影倒一间。毋过伊的名就是有足侪无意义的事伫内底啊，就是好。毋知影要安怎讲，或者就是我感觉你家己饮料号名的时阵，伊的名若是有到10个字，就真正是伤超过啊。嘿，毋过加在阮遐上基本的遐上基本的，比如讲拿铁即种的，拿铁啊，还是摩卡即种的，都无啥物怪奇的名啦。好加在，拿铁就真正有做拿铁，嘿，所以是也会使。真讨厌一款饮料名，心脆的滋味。你是讲迄心脆的滋味啊，袂可能100多块啊，结果是白茶安尼。我知影迄个啊，台中毋是有一间足出名的，叫做多多茶坊。伊就是足侪饮料拢是名足奇怪嘛，对无？伊若像嘛有嘛，伊若像嘛是有迄个白茶是50块的，对无？敢是已经多敢有？或者多多茶坊上出名应该就是迄随便嘛，佮有啥物核废料还是啥物的，佮有啥？或者足侪种的嘛，网友佮有整理迄个各种的饮料嘛，可能青红灯啊还是啥物货，
你有去过？你嘛是来一杯凊彩对无？我知，我嘛有去过，我嘛有啉过凊彩。我会记你凊彩真正是凊彩对无？我会记你多多茶坊的凊彩真正是无迄个，无迄个，他没有特定的菜单，它是真的凊彩，还是随便弄？我真厉害，因为足侪人咧讲，迄足好笑呀，迄哪像嘛有变做笑亏嘛？哪像嘛有人甲变做网络笑亏，也是伫迄个细汉时有迄种笑亏册，毋知影大家敢知影？应该知影啦，因为我细汉的时阵，大家应该我足侪观众拢可能甲年岁无差介济，应该无阿选无一定知影对无？阿选你敢知影有迄个纸本的笑亏册？你敢知？反正阿选毋知，可能讲我做到的。就是迄个细本的，内底就写一寡笑亏，因为以前网络无遐尔方便，嘛无啥物手机会使摕出来耍，所以就是会有即种册，内底就写足侪笑亏，有诶拢做无好笑诶，你知影？好，安尼加在我无感觉我遐尔老，加在即摆诶少年人晓知影即种物件，安尼我嘛算少年人，会使。阿咪细汉时，逐当第一届啉绿豆沙就爱拍腹肚，所以你是逐当的第一届拍腹肚，逐当的第二摆的时阵就袂拍腹肚是毋？所以落尾就无去甲伊交关。你是讲迄绿豆沙无清气呢？哇，算是阿爸留落来10万的啉笑亏。好，所以听起来你要是感觉讲迄个册作老的意思，以前有做侪奇奇怪怪的册呢。我有时嘛是，我之前嘛是会去抄阮老爸老母的册，真正有做侪以咱即摆的眼光来看较奇怪，比如讲啥物物件，比如讲安怎拍妹妹的册。即种的嘛有，可能即个时代要是有啦，毋过可能变做是迄个网络文章即种的形式，嘛是有啦，嘛是有迄个奇奇怪怪，我敢袂当会使，嘛是有一寡奇奇怪怪 YouTube 频道教你安怎拍妹妹，爱方法有当做奇怪对无？所以即种册一直拢有销吼，一直拢是真有销，拢是有人会买安尼。嘛无毋对啦，即摆啉笑亏嘛，虽然无纸本的册，毋过嘛是用别个形式在流传嘛。所以是迄个细困伤济，所以就是食歹腹肚的意思，无毋对。因为毕竟伊是伫迄个嘛，迄种较无用可能较敢袂当讲较传统，或者就是。大家知影迄种伤款嘛，伊是伫一种伤款，迄个遐个所在就是较会安尼，嘛无毋对。所以你若是胃肠较无遐用的，你食的时阵可能就真正较袂堪入。我食倒倒哪像拢无安怎的，毋过其实我的胃肠较无小可会惊酸。所以我啉迄个咖啡，我拢爱透牛奶的。以前阁有一种册叫脑筋急转弯，对，迄种嘛，迄算是一种足特别的笑亏的形式，对无？就是伊是问你一个问题，伊会有一个互你感觉足含糊，还是料想袂到的答案，对。这我细汉时嘛有看过1-2本嘛是袂歹耍，而且迄册个画迄个算是配一个古水的图嘛，应该算是古水的图。对，迄图才是重点，迄图嘛是占一半，迄逐页拢是图占一半，字就是细可能一纸2纸安尼嘛。对，迄好耍呢，迄好耍。物件咖啡的酸，毋过水果也是汽水的酸足介意，迄味无共款，有影，而且咖啡就是酸的咖啡，要是有迄个苦涩的味嘛，就是伊算是上无对我来讲，伊就是酸酸苦苦。我嘛是无讲真介意，
我较介意透牛奶的啦，而且迄个咱知影即个咖啡烘豆啊嘛是有无共的程度嘛，就是有诶是烘较无烘遐久，啊有诶就是烘较焦，嘿，较袂拢讲较臭焦嘛，毋是讲臭焦，就是有迄个生皮浅皮，我是较介意生皮较苦啊无遐酸，嘿。当然，逐个人迄个介意诶无共啦。嘿啊，咖啡酸酸苦苦，亲像人生。你讲即句话，互我想着，我前几工仔做无聊诶时阵，我咧泡迄个就是3合1迄种诶，啊，迄是一个日本诶牌子，啊，我嘛毋知影阮兜是安怎有，反正我著抄着，我摕来啉，啊，伊顶面佫真正写一撮，虽然我日本话无啥会晓。日文我无啥看有，啊，毋过看汉字大概会知影。伊顶面嘛是写即撮啦，伊顶面就是写啥物啊？我日本话真正袂晓，反正意思就是讲苦苦，毋过芳芳，就亲像人生共款。我就感觉讲哦，你一个3合1顶面写这，敢有需要？足好笑诶，趣味。讲到这迄个趣味的册，互我想到，就是嘛是要离开进前迄礼拜的代志。我有听人讲，就是因为我要试头路即件代志，我有甲我的好朋友讲，啊，伊进前嘛捌做过咖啡店，啊，即马咧做其他的代志，嘿，啊，或者就是伊嘛有讲，伊是要离开进前的迄几工。较会拄着奇奇怪怪的代志，所以我就想讲，哦好哦，安尼我嘛会使期待者，看敢会拄着啥物好耍的。啊，我迄礼拜就是因为阮遐有真侪人客拢会炸各种物件来食，啊坐足久，所以就会有真侪人客留落来的物件，袂记你炸走的即种的，嘿啊，就是阮若有捡着的时阵，当然拢是爱甲收起来嘛，因为伊反正过几工会来摕啊。迄个要离开进前迄礼拜，捡到一个上特别的物件，就是有一种册，叫做我袂记叫做啥，敢叫做魔法之书还是啥物？或者就是迄个，或者迄本册的用法，就是伊顶面有足侪页，拢会写一句话啦。啊，就是你感觉你的人生拄着啥物问题的时阵，你有啥物困难的时阵，你著伫你的心肝内问即个问题，就变做是你问即本册，啊，你著凊彩现一页，啊，你著是迄页顶面写啥，你著会使甲当做是即个册回答你的一个答案安尼。啊，我真正捡到了后，我随着想着讲啊，后摆若是阿慧要出周边的时阵，敢要来出一本阿慧的魔法册。就是你若是生活拄着啥物问题的时阵，你就会使摕即本册，啊，你就现一页，就当做是，伊就可能顶面就会写一个用阿慧的口气，用阿慧的开口，甲你回答一个问题安尼，啊，可能有啥做歹的，就比如讲，你就想一个问题，啊，你现一页，啊，结果迄页就写讲，你有时间问我，你早就解决啦，安尼有够歹的，敢会有人想要爱即种册？介意互人骂人反射的需要吼，这应该是无啦，咧讲笑的啦，应该是无人会想要安尼。我已经拄着问题啊，搁爱互你歹，搁爱互你即本册来歹，太有即种代志。嘿，就是安尼。搁有啥？应该无啊。啊，或者就是，或者就是安尼。搁有啥？搁有奇怪的代志？有啊，就是头拄仔有讲迄个要离开的前一工，互派去支援嘛。啊，迄工伫迄间店就拄着奇怪的人客，因为阮遐有卖迄个可丽露迄种细粒啊，甜甲靠背迄种物件，真正甜甲靠背。因为我有食一粒，啊，食了就哦。太有人想要食这，无啦，迄应该是爱配咖啡啦，因为咖啡会苦嘛。啊，欧美的做者甜路关底就做甜的，嘿，啊，要是爱尊重啦。或者就是有一个人，伊来伊就讲伊要订迄，
要订偌济？要订50个完美的，27个辣子的，阮就无遐济，所以就是爱甲，就是爱变做是有订安尼，爱注文啦，爱来注文，先6钱安尼，时到才会退。毋过阮遐的迄个电脑的系统有一个真奇怪的设计，就是因为阮遐伊若是买点心的时阵，伊就是会出单啦。你点心大家点心拢会有一个单，所以比如讲你若是点，比如讲你若点5个夸送，单出来就是5个。互我感觉较奇怪的是，就算你是注文的，就是你无要随体，就算你是注文的，你纳钱了后，伊还是会出单。所以迄工就拢总就是几个，安尼是77个，安尼迄时伊就是纳钱了后，迄77个单就走出来。迄画面足喊过的哦，就是迄个出单的机器，就是一直行，可能嘛要出，可能有1分钟多哦。可能你要2分钟哦，伊就伫遐骨力咧印迄单啊，迄真就我感觉哦，到底是安怎？有够无彩纸的啦。对，若种阿慧真正出即种册，迄就是糟蹋自我糟蹋的册，就是你想要红骂时阵，才会想要去现迄本册。无啦，应该毋免安尼啦。我若真正要出即种册，我可能嘛会使出一寡，就无一定是卖迄个现册的人，是甲你倒卖你卖爽的人，安尼可能嘛会使。我再搁想看觅啦，因为其实我一直拢总想要出周边的，毋过一直无想到较适合的，而且我的迄个。因为我是想要委托我画我即摆即个批的迄个画书，嘿，毋过伊即摆较无用，所以我还咧等。我迄个朋友的图我已经有甲伊拜托啊，毋过伊还咧无用，所以爱等伊有用的时阵，伊才有法度画。嘿，等伊画了，我一定着想要赶紧来出朋友啊！吼，大家搁小等者。阿慧报册，你搁想看？你搁想，你要画我是无意见，毋过人若无要看，我嘛无法度，反正我也毋敢看。莫黑白出人的报册好无？机台周边吼，我做机台周边的，我做想要出家己的朋友。嘿啊，想要出的物件足济啦，毋但朋友啊，足济物件拢想要出一寡上好是较奇怪的，别人无出过的，安尼上好。毋过还无想到，真正足适合的。袂要紧，搁互我淡薄仔时间来证明阮的爱。大家有听过即条？所以我即下就是真做自由的陪酒了后，就做想要，就做定咧黑白唱歌。对啊，所以就是咖啡包听起来有心色哦。毋过我之前有看到有人讲，你若是 VTuber 你要卖迄个食食，你照你来讲，其实是爱申请的。你爱申请你伫网，就是你伫网络顶面卖食食，其实是爱申请。所以就算你是 VTuber， 就算但是因为大家其实无遐严格啦，毋过就是惊讲你若有拄着小人，想要甲你检举的时阵，你变做其实是你就算是讲你收着人的图呢，你互伊一个礼物，迄礼物是你家己做的饼，安尼嘛袂使。对，照来讲其实是袂使，所以若是互检举的时阵会较麻烦。所以我若真正要出即种的，我可能爱去研究一下安怎来申请。若真正有申请，凡说会使哦。虽然我对我家己的迄个，虽然我有在花枝，毋过我对家己的喙齿毋是讲足有自信的，就是我毋知影我选出来的咖啡对大家来讲，敢真正是迄个上赞的。毋过我确实是会使选我家己介意的啦，这嘛是会使考虑，
也是爱加考对啊。毋过我是真正有感觉讲，若是有机会会使先来申请者嘛，袂歹啊。就是，互我迄个周边会加足侪物件会当做啦，嘿，对啊，若做会使嘛袂歹。啊嘛无一定爱为我遮来出啊，就是若做我后摆真正有较清的时阵，我会使去甲人联名啊。联名应该就较无即种问题，像迄牛小姐嘛，嘿，牛小姐嘛是有甲足侪迄个足水的饼有联名，啊，迄饼就是为别个公司出来，啊，就是变做因是合作的关系，安尼应该就毋免走遐个麻烦的申请啦，嘿，安尼嘛袂歹啊，安尼嘛袂歹。等我有较清的时阵，看敢有迄个咖啡的迄个做咖啡的，会使甲合作嘛袂歹，嘿啊，有通啊。佮有迄个无啦，应该是无可能，应该是无可能。互我原底咧食头路的迄间来找我合作，这应该是我应该要到遐前，应该该几若档哦。若是会使嘛袂歹，嘿啊。无大家其实嘛是会使下愿啦，因为迄个民望也无犯法，嘿，所以大家会使下愿，看是要看阿辉。出啥物款的周边，恁会使讲看卖，反正我若是感觉讲，会使啊，知影有想着要安怎做，反正后摆就有机会甲做出来吼。像讲之前讲开讲的时阵嘛有人甲我讲会使做迄个做啥开瓶器就对啊。我就想讲奇怪，我也无使啉酒，啊，伙其实嘛无使啉酒，啊，毋过。嘛袂歹啦，就是有一个伤仔怪，啊，迄个就是喙齿作乱的，像安尼出一个迄个开瓶器，那像嘛会使哦，那像嘛是会使。啊，紧死到死担当，无米才来煮番薯汤，对无？嘿，最近我讲。单位真济，嘿啊，伤仔怪形体做开瓶器。其实我有感觉，我这嘛都适合做迄个存钱筒，对无？一卡箱啊做存钱筒，啊伊就会甲迄个钱吞落去，诶，伊食你的钱安尼，那像嘛袂歹，啊毋过感觉较复杂，毋知安怎做，爱想一下，而且一卡伤仔妖怪应该嘛，缀无偌济钱啦。头讲到哦，迄个啊，我最近真正做想要来学一寡有诶无诶俗语话呢，因为我感觉真正有做者俗语话，迄道具做好耍诶。这个我感觉我真欠缺，欠缺遮个知识。我前一阵仔有去。甲厝内人去佚佗的时阵，有去坐船，啊，迄坐船是咧，或者就是咧小解一寡附近的迄个，算是附近迄个讨海的一寡生活方式，啊，甲咱介绍安尼，甲咱分享，啊，迄个人伊是用台语，伊是用台湾话咧介绍的，啊，伊介绍的时阵。有足侪挖音的笑亏，啊嘛有足侪是道具的迄个俗语话，就互我感觉着哦，这就是台语好耍的所在，这就互我做想要加学习者。我阿辉加油哈，阿辉继续加油。剥壳器嘛会使。哦，栗子跟瓜子，我就是大概食迄个，我就是啃瓜子都是用牙齿在咬。细汉的时阵，阮阿母足爱食迄呢，伊迄阵就是或者伊就是会帮我食，啊，毋过迄阵我足细汉，我无啥会晓，用喙齿来掰，啊，伊迄阵就教我足久，拢教我袂晓，所以我落尾就无继续无咧食啊，还有啥？还有迄个哦，大家敢会晓迄个剥甘蔗？因为那像剥甘蔗算是一个台湾囡仔的迄个
台湾囡仔的一个形象应该爱有的。我做袂晓诶，我细汉时拢无咧食，因为细汉时厝内无咧买。啊，毋过我前一阵仔有机会有食，有，就是体验到。哦，迄真正无简单诶，我讲无简单，因为我可能毋知影美感，所以我咧剥甘蔗诶时阵拢足痛苦诶。啊，就感觉家己喙齿真歹，会剥甲会小可会流血哦。毋知影是我诶方式毋对，还是我拢无咧保守较家己喙齿诶健康。哦，自杀比他杀便宜，对，做者有真侪迄个卖果子诶，拢是安尼对无？虽然甘蔗应该毋是果子，啊，毋过相共意思啦。我知影有真侪果子嘛是安尼，问你要自杀还是要他杀？啊，自杀较俗，嘿，重视咬合力吼。安尼，对，真正诶呢，我迄个真正感觉讲我迄个喙皮吧。喙皮的筋吧，真正是无够用哦。因为我步步咧，就真正会感觉足酸的啦，真正足酸的。嘿，就会感觉讲，哦，我哪会遮无好，剥一下甘蔗都剥袂好势安尼。哦，那真正无简单，真正无简单。应该爱从早开始练习的，应该爱自细汉就开始练习才会使。所以我即马就已经毋敢，即马已经毋敢。对啦，囡仔的时阵喙齿较用，应该通常拢是安尼。而且你若是足细汉的囡仔，你迄喙齿长去，你阁有新的一组会使换。啊，毋过即摆大汉的换了啊，无法度换，无新的喙齿啊。新的喙齿爱纳钱做爱做迄个人工的才有。啊，真正会开始讲家己开始咧老啊。哦。而且做这个，而且做即寡迄个 VTuber 活动的时阵，会接触到真侪比我较少年，啊，毋过比我较早前的人，即种时阵就会感觉讲啊，我已经老啊，佮遮尔啊无效，是要安怎？有时嘛是有即种感觉，嘿。啊，毋过也无法度啊，怨叹也无法度解决问题啊。所以就是鼻仔猛咧啦，就是继续做啦，无要安怎，对无？所以就是，最近就是有做这代志，想要加油啊！喙齿流血是健康的证明，安怎讲？代表你有血真健康，代表你的循环无遐歹，血啊流会出来安尼呢？哦，对，你若是着爱做真济哦，老的时阵就爱甲补起来安尼，老的时阵看是流水，还是流电，安尼若是流血要安怎？流血就打 OK 泵安尼，了解。嘿，我上兴即种诶，对即种挖音诶笑亏，真正是有影赞。阿慧真正爱即味诶，今日佫捡到一个水，什么意思啊？火箭正讲诶意思，火箭哦，流血诶意思诶火箭啊。毋过我是喙齿，我是迄个呢，我是喙齿咧流血呢，毋是喙齿咧流血呢。啊，毋过确实有时啊，黑白讲话加着喙齿有影啦，加着喙齿有影会流血，这嘛是无毋对。火箭，原来是安尼，火箭就是流血的时阵，甲你笑，互你莫阁继续流血，或者火箭了解。咱知影，流水就是迄个流水就是爱找迄个矽利康啊。流电就是电火布大的嘛，啊流血的时阵，你就找火箭，哦，你火就止啊，巧，我知，水，安尼后摆若要出周边的时阵，咱来看做 OK 泵，敢爱申请啥物？迄敢算是医疗器材，敢需要申请？
若准无吼，我感觉应该是爱有哦，应该是无法度出哦，应该是无法度，这应该是真正无法度。若准有法度，就出一个阿慧 OK 榜，或者花姊安尼，所以哇，纸的家暴应该是会使啦，这应该就会使出。啊，毋过摕迄来机会，敢会用得，敢会使，敢会小可无卫生。当然，你若是空喙无讲做垃圾，也是较浅反洗小动一下是会使啦。啊，毋过应该要是无建议，嘿，毋过出一个纸的迄个家暴应该会使哦。可能会使哦，听起来其实袂歹呢，毋是要互大家机会啦，啊，毋过摕来装他家己的房间，也是笔记簿仔的时阵，应该会使。啊，对，搭伫迄个沙布边啊是会使，是应该是无问题有影。所以大概就是为着想要用阿慧的周边爱吊工去吊上，才有才调用安尼。干嘛呢？对啊，爱会记得爱迄个，互你的皮肤会使喘开的，无皮肤就害去，有影。哇，周边愈来愈奇怪啊！好啊，咱看个人出啥？我其实有足侪梦想的啦，有足侪无可能的周边都想要出的啦。比如讲家己的牌仔耍，即种真正是无法度。家己的牌仔耍，你搁爱设计，搁爱找人印，印了搁爱毋知影要安怎甲用做迄个牌仔包，也是爱做导游嘛，是爱有阿爸，迄应该成本真正伤悬，真正无法度。啊，毋过若准，这嘛是我一个梦想哦，我总想要出一个家己的牌仔耍哦。毋过较早困较有面，较早困较有面，这真正难度伤悬啊！我连家己的电动拢做袂出来，毋过袂要紧。我若是后摆有趁较济，我就较有时间的时阵，才来想看觅到底要安怎做。对啊，我感觉今仔日的阿舅有较活泼咯，有较活泼，迄个有比平常时较无正经，你是互我带歹去？哦，互我带歹啊！袂要紧，这是注定的啦。这阿慧已经知影，我后摆我讲真侪摆，我后摆开台就是逐摆拢会愈来愈无正经哦，所以无法度。大家注定爱互我带歹去的，这嘛是无通闪避的代志吼。歹势大家，害大家甲我共款，遮尔啊无水准。哇！现在阿咪，你敢无同意？你敢无同意我愈来愈无正经？奇怪，你毋是讲，你敢无安尼讲？我嘛毋知，毋过你应该是会使接受啦。愈来愈无正经的阿慧，你应该要是愿意接受的对无？咱熟悉遮久啊，应该啥物拢会，嘛毋是讲啥物拢会使讲，应该袂要紧啦。我应该会使伫大家面头前做家己啦，做一个无水准的人，毋是安尼讲，做一个无正经啊，毋过有水准的人。我送带歹去，我阁毋知你即摆是咧甲我挑战是毋？你是想要甲阿慧带歹去？好啊，来做你来，是安怎做其他的款？啊，啥物意思？有诶话打嘛无讲，惊以后无通讲。哦，你是毋是惊我？你是毋是惊我迄个走火阁爬袂起来？无开台就无机会通讲。哇！歹势，我真正会起来。我时间有改，我改到9点，我一定会起床。哦，一定会。好啦，毋过安尼讲嘛无毋对，就是虽然讲也会伤，虽然安尼讲会伤心啊，毋过 VTuber 拢是安尼嘛，就是看一届减一届，所以无毋对。
有些条啥，大家尽量讲不要紧。哦，无正经诶，嘛会使讲，做恁讲不要紧。吼对啊。我无开你嘛是会找我讲话，啥物意思？你会甲你会专讲来甲我骂安尼？无开你就甲我私信，就讲好阿辉，你佫爬袂起来，你是毋是佫算破去帮算到5点？无啦，我袂讲，就是安尼对啊，无毋对啊，所以大家若是有想到啥物无正经、无水准、想要讲诶，拢会使随在恁讲吼。上无就是讲伤超过，互我变调尔嘛。无啦，哪有人安尼甲家己观众威胁的？对啊，逐摆的机会拢无相共，而且逐摆开台的时阵，迄个话题甲气氛啊，也是迄工拄好想到的物件拢无共，所以无毋对。我家己嘛是咧练习，讲，莫遐尔歹势，就是有时啊。就是我开台的时阵，有时拢会想讲，这到底敢会当讲出来，敢会迄个破坏我伫大家心肝底迄个形象。毋过即摆较袂，我知影我已经无形象啊，我已经知影我已经无啥物形象啊，毋免顾啊，所以凊彩讲袂要紧，大家欢喜较重要，对无？拢是为着大家来喜，无啦。无啦，我袂讲诶，就是应该袂要紧啦。嘿，哇，一定是因为我昨算伤晚，今日讲无偌久，开始甲忝啊，今日较无动头。我可能搁10分钟啦，可能就开到5点半呢。抽了啊！阿峰的目标上变掉，好，你加油，你这个加油。现主是你较重研发，有话就爱讲，研过就无机会。嘛对啊，这就是咱讲迄个叫做啥？台湾话、俗语话迄想袂起，毋过就是活在当下，就是。想着啥，随去做，就是有机会，就爱把握嘛，无毋对。我即摆嘛咧想要尽量好好学习即阵代志，真正。请为着家己欢喜，啥物意思？我黑白讲话的时阵，我拢足欢喜啊。毋过恁若是因为安尼会欢喜，我当然是会愈欢喜啊。主创你才来哦，我就要关啊。不要紧，你会使波动，你会使滑头波动。无啦，我想袂个加讲10分钟啦。卖欢乐。小等叫做啥？小等甲大家开讲了，我应该会去。我咧想，我敢要来食暗顿啊？敢会伤早？因为我中昼顿食较少，嘛较早食。所以我开始咧想，小等是毋是会使来食暗顿啊？有较早吼，毋过其实我进前咧，还有咧食头路的时阵嘛，拢足早咧食暗顿的。我拢是4点多是5点的时阵就叫我紧食咧。无啦，无遮歹啦，就是因会较希望我较早食了，落尾要准备要收店，迄个做工课会较顺利啦。无即摆枵，你毋是打起床，你爬起来袂？你敢枵伫迄个枕头顶面？起床就是爱食物件，你会使去食你的迄个叫做啥早顿。你日时拢咧困，我知，你对啊，你日时拢咧困，即摆枵毋是正常诶。好，嘛对，这讲的嘛对，枵就食嘛，这就是咱头拄仔讲的活在当下嘛。有机会使食物件紧食。无毋对，我爱遵守即个我新的原则，就是枵就随食。你要啉可啦，你搁咧啉可啦，我讲你定咧啉可啦，虽然可啦有影好啉啦，我足久无啉啊，足久无啉，会使来。毋过我即摆
我即摆咧改糖，我即摆咧改糖，敢若讲苦啦，我若像是无应该啉。啊，毋过我要改咖啡，应该是较无可能。哦，我英语搁要来进步啊！我听看卖这边安怎读 ？Carpe diem，这嘛是活在当下的意思，及时行乐嘛 ，seize the day。哦，刚是有讲 seize the day， 有机会爱把握。腰子甲炒者，甲炒者，腰子甲炒者，哇，嘛是会使啦。要少年趁少年，加啉2杯安尼。哇，中昼食接近2粒饭包，2粒饭包嘛，有时啊较枵的时阵，我嘛是会食2粒啦。而且有诶，迄个饭包也无介大粒。以前有咧做迄个咖啡厅的时阵会较枵，因为遐行来行过去，运动量真有较大。真感觉脂肪甲汽水当做咖啡因咧用。有诶汽水内底确实有咖啡因啊，我会记你裤内底哪像有嘛，对无？内底哪像嘛有咖啡因，所以确实是会使当做咖啡因咧用啦。恁哥仔互你一粒饭包食，恁哥仔一粒饭包食袂落，分4分3互你食，恁母啊嘛4分2互你食，安尼加你原底一粒，安尼确实是2粒啊。安尼真正会饱哦，安尼真正会饱。原来其实有我无确定啦，我是根据我一个无一定做可靠的印象，应该有。我较有把握的是迄个。巧克力豆内底有，因为以前伫咖啡厅的时阵，有个人客就是伊会问讲有啥物物件是完全无咖啡因的，所以我爱记。对啊，有个人就是无咧记，有个新人就是感觉讲这拢毋免记，这毋是重点。为的就是这我较熟，所以我知影阮遐迄个巧克力豆拢是有咖啡因的，虽然无一定介济。一个食袂饱会使食2个，无毋对。毋过食伤饱要安怎？食伤饱的时阵，毋知影要安怎处理，吐一粒出来嘛袂煞啊。对啊，饭包即摆偌济，确实是爱看介绍，就是介绍确实是爱看所在，无毋对。无共所在应该是差足济，比如讲台北就是贵甲。买袂落安尼，贵甲无倒食袂饱，无倒食袂饱的时阵买第2粒安尼。对啊，无怪啊，一个8角金啊，2粒，若中昼食2，我若中昼食2粒，我应该嘛是爱差不多8点多才会枵哦。若我。对啊，真开会较俗无毋对，天龙包无毋对。台北的天龙包，讲到这龙，最近毋是有一个号做啥物龙肉的，讲日本有一个公司出啥物龙肉，迄龙肉就是伊讲是用迄个 AI 去设计伊的 DNA 啦，再用迄个豆仔，再用豆仔去甲合成，所以应该算是素食，应该会当讲是素食吼，应该算是 vegan 的吧。就是伊毋是真正用肉，就是用 AI 加迄个豆仔去做的龙肉，神奇吼。咁好食嘛毋知，讲因最近咧找人去甲试食，试食有钱哦，试食有钱通好摕哦，有影是有食阁有领哦，毋过听起来足恐怖诶，伊讲啥物用 AI 去设计伊的 DNA， 所以若是设计无好势是安怎？是食落去会着感嘛？是安怎？听起来足恐怖呢！而且伊咧试食迄个叫做啥？试食的收费，试食互你的收费嘛介悬哦，介悬呢，所以会惊哦。迄到底是安怎？是偌恐怖才会互你遮悬？
我是毋知啦。啊，等后摆迄个食了，若是有啥物新闻，咱再来甲注意者。志峰，你是安怎？你是安怎安尼着搁较想要食？啊，你是因为有收费是毋？是因为收费介悬，所以你愿意试看觅？今日买饭包，若是倒啥物冰，还是啥物头？啥物头是倒一间？敢是雾头？上俗拢爱85起跳。对，我以前伫台北做学生仔的时阵，有一段时间是做爱食雾头，因为我见我这讲伊的好话，应该是不要紧；我无讲伊的歹话，我讲出来应该不要紧。但是以前我做学生仔的时阵，我做愛食芋头，是因为内底有迄个黄色迄个姜，就安尼，我就是为着迄，因为我做学生仔迄阵，就是阮学校附近无其他的任何的饭包是有迄个黄色的姜的，啊，我做爱食迄个姜，我非常爱迄种的姜。有时啊，若是食倒菜啊，倒菜若是有熟悉的时阵，嘛会有类似啦，无啥共，啊，毋过嘛类似迄种的姜，嘿。哦，我捌讲过吼，我以前若像有讲过吼，就是我会为着迄个姜去买饭包啦，嘿。啥？食了会变做 Rick and Moody，Rick and Moody 就心情无好，所以做 Moody。哦，有影哦，你若是食到啥物会甲你的 DNA 改造的，你有影可能会变做 Rick and Morty 内底会出现呢，就直接变做怪物安尼。我敢有讲着？有，我昨有讲着啊 ，Rick and Morty 我甲迄个七季拢看了啊，哦，爽！家己做，对呢，应该是会使来看喵啦，家己做。是安怎？我原底想讲我5点半的时阵要来开台，不是，毋是讲5点半开台。我原底想讲我5点半的时阵要来关台，啊，毋过向这个时阵，佮走足侪人入来，是安怎？叫我莫关，叫我莫关，家己做会使试看觅呢。我有机会再来研究看觅，迄叫咩安怎做？魔法饭包，啥物魔法饭包？我是毋是今日拢无甲大家小借问？我无礼貌啊！好，拢安尼不要紧。好好甲绿去车啉2位好。好好食暗顿配直播暗暗。我小等嘛想要食暗顿。我当去寿司店食姜食较饱。呢，有迄种。嘛无一定寿司店嘛，迄个我知影有一间嘛是连锁，迄个卖迄个冻的，迄个卖牛冻介出名的，迄嘛是有伊是红色的啦，伊嘛是有姜会使做你食啦。啊，我去遮嘛是，我去遐嘛是一直食直食安尼，龟台毋是龟台，是关，哦是关台。阿爸啥物阿爸有来哦？阿爸敢有来？我无看着阿爸。阿爸敢是讲托啊？迄个吉什么家，还是迄个苏啥物家，因拢有嘛？因拢有迄个姜嘛？因拢有红色的姜。我想看觅。对，蒸啥物的迄个回转寿司嘛有啊，我就上爱食迄种的，嘛无一定爱食甲遐尔，无一定爱食迄种的啦。迄个有的迄个菜市仔迄种10块的，迄种的寿司有的因嘛有卖，也是有付，嘛是会使，嘛是食会着。而且，互我感觉足快乐的，就是阮女朋友拢无爱食迄，所以若是。伊有要食寿司的时阵，我都有香薰的姜，水。恁无爱食啊？无爱食啊？阿好是无爱食迄姜，阿峰是惊姜。安尼哦。山桑嘛有哦，山桑我较罕得食。问伊敢会当卖我规罐的？会使。伊若真正有咧卖，我会考虑哦。毋过真正是会使试看觅，敢会当家己做，若是会使家己做嘛袂歹。我嘛会做想要家己做迄个黄萝卜
我嘛最爱食黄萝卜，足久无食到的咧。以前有诶迄个路边摊诶，迄种卤肉饭会有，啊，毋过即摆哪像愈来愈罕得看到的款哦。你上无愿意食迄，拢互我好。后摆我若出朋友的时阵，恁若是有食着姜，会使请我的朋友斗甲恁食。硬吞是做会到啦，应该无必要啦，应该毋免安尼啦。你无要食着莫勉强就好。拢互你，全部拢互你，是安怎无爱食会姜？好，哎呀，当做规罐轻吃咧卖，会使，有影会使。讲到三商巧福，最近毋是讲迄拿坡里嘛要改名做三商炸鸡，伊总算知影家己厉害的是鸡肉钱啊！哦，足久无食的呢，雄感觉到足久无食拿坡里的鸡肉钱啊！有机会才来食。我还咧想我还咧想迄个小蛋，我暗顿要食啥？无想要食伤贵的。嘿，厉害，敢若迄个鸡肉钱的部分对无？哦，迄是用扈子花哦，所以黄萝卜是安尼做的。哦，安尼我真正是会使，真正是会使研究者，看迄个。好啊，后摆就来家己做迄个黄萝卜，家己做迄个姜，家己洗迄个姜，会使试看觅。安尼我后摆就食迄配清饭就会使哇，收偌散，散车阿慧，我是栀子花夭寿，你看我中国语嘛无啥会晓讲。你看啦，阿慧无一块好啦。三商炸鸡伤人伤心伤荷包，哦，你讲的哦，哦，三商炸鸡不要告我，不是我讲的，不是我讲的。想要造型的朋友，无爱食的拢囥内底，靠腰这真正就喷烫嘞。你以为周边是饭友，不是是喷烫。可以耶，我觉得蛮好笑的。这是迄个会当互你随身炸的，随身型喷烫，会使哦，会使哦。哇，后摆就会出迄个阿慧的子母车啊，有成呢，因为以前阮迄个咖啡店的外口的子母车嘛是青色，嘛是即个色啊。原来阿慧是子母车，靠腰，真正哦，真正要出喷烫做我的周边哦。这袂歹，袂歹哦，会使，这有够咸，对，有够靠腰的。你的朋友爱去食猪肉会使。哦，安尼哦，拿坡里是专心咧做。鸡肉钱了后，披萨甲意大利面才真正变足歹食是。哦，敢讲代替嘛是安尼，敢讲代替嘛是知影家己的饭包较厉害了后，火车就行到伊就暗暝伊就丢安尼。哇，完了要被台铁告。伊利安安，欢迎你来，你好，欢迎。上改名，你讲拿坡里，你讲三商炸鸡啊，还是讲代替应该无改名。哇，志峰你真有够特别的，你要甲肠仔喷烫做饭包用，啥啊？你安尼就会使有产生迄个食喷的错觉安尼。啊，安尼一定带我来食牛排，食牛排有啥物问题？带我来食牛排好啊，是安怎会互加？我有食牛啊，还是要互我食骨头尔？
是真正有较伤心。嘿，代替是正港的饭包店，有影，饭包真正赞啊，真正好食啦，不是的想要食一个。对，拿破仑改名我知。出便当盒，你讲阿辉呢？阿辉要出便当盒，嘛是会使啊。安尼大家迄个便当盒甲迄个喷桶爱分好清楚哦，莫摕唔对去哦。我会使食青豆，我会使啊，迄我会使啊，我无讲做讨厌的。阮女朋友嘛无爱食迄，迄嘛是我咧食。嘿，食骨头有淡薄仔伤过分啊哦，食骨头袂使哦。我头拄仔讲剥甘蔗的时阵有讲哦，喙齿歹哦，喙齿歹我无都剥骨头吼。哦是哦，代替较早较好食哦，因为我细汉时我就是对食物件无遐尔讲究，所以我已经记袂牢我细汉的时阵代替便当食起来啥物款啊。毋过会使，我是感觉讲，即摆的代替便当是我感觉还是会使啊。以早偌好食，我无体验着，无即个记忆是较可惜。毋过我会记得我进前迄个食代替便当有一个足爽的，就是因为上基本的60块迄，我若无记毋对，迄60块的代替便当内底就是有排骨，佮有卤卵。即摆敢还有卤卵毋知啦。啊，迄摆真正是，反正我就是去买了到厝拍开，啊，迄排骨竟然有两块，伊一定是放毋对。才有两块，伊是两块塔做伙，所以可能伊咧放的时阵伊无看伊就叫是干那一块，嘿，啊我来食着两块，哦，60块食着两块排骨，迄真正是我，真正是买代替便当上快乐的一摆，嘿，记到即摆还记会牢。以后若熟悉迄个狗仔虾台味，全系台味，真正请伊食饭食骨头，这个不行啦，会被咬啦，会被咬。这个要教我俗语话，食肠补铁吞水银，有毛食甲脏水，无毛食甲清堆。这个我要学起来，先让我甲写起来。就需要加学一个俗语话，才会当互大家叫习惯台湾话做甲我讲。水哦，高级的白，规个拢菜脯有够袂爽哈。所以你是讲便当内底基本上拢菜脯，安尼有真正有较过分哦。即摆代替的便当嘛是不食袂歹，应该算是 CP 值真悬嘛，对吧？犬は奇怪，你毋是昨晚安尼讲，狗仔是精生。无，我若是甲迄个全系台味安尼讲，我真正是，我伫即个口啊，毋免继续做啊啦。食肠食铁食甲阿鲁米好，我想看觅会使斗久的，可能爱小设计一下。阿好有听过即句啊，你是讲迄个阿姐讲的即句？不止啊袂歹是啥物相定好定？应该毋是，不止啊敢算是好定？不止啊毋就是足，所以其实就足袂歹啊，足袂歹，应该无算是相定好定啊。你无爱倒灶，迄是啥？想袂起来，敢是迄个月饼内底包的？看者。迄我嘛无介意。迄甲豆鸡是毋是？迄甲豆鸡有啥物无共？我嘛无啥介意迄。
有真济真济迄个，咩人讲？有一寡迄个啊，对，就是食梅的皮啊，啊，搁有诶便当，伊想要有诶便当都是会藏啊，嘿，有诶便当会有啥物雪里红嘛，啊豆枣嘛，迄种啊菜脯嘛，迄种就是上届无想要看到诶，想无我是安尼，嘿，哦红色诶较介意安尼，哦因为无算好，所以敢若会当讲袂歹嘛，对无？对，我了解，袂当讲不止啊好，敢若会当讲不止啊袂歹。哇！食猫食狗食到噜噜咪，欸水，这有好笑，袂歹。食虫食铁食到阿鲁咪，食猫食狗食到噜噜咪，你有够凶，连噜噜咪你都食。便当的豆花是啥？便当的豆花，便当包豆花哦，你还确定呢？饭包包豆花，我会变面哦。哦，无食挂菜啊，毋过雪里红愿意接受安尼。伊你嘛爱食啊？哇，袂歹啊！咱若是遮个人，咱若是遮个人，做伙食饭的时阵，大家知影啥物物件爱互送食，拢会使本的感情才会愈来愈好。哦，便当店有豆花呢。我捌食过的便当店拢是附汤，啊嘛有附炒面的，有迄个就是你便当食无饱，就互你食炒面食甲你满意，即种嘛有。啊豆花豆花我哪像捌食过呢？送便当菜景豆花，我才会知。有的人就是讲甜的拢爱食，伊应该会当接受便当的主菜是豆花，应该是会使吼。有够过分呢！是哦，便当店的豆花拢是中华豆花。我无研究，因为我是安怎安尼？是安怎我拄着的便当店拢无豆花？我是有大家欺负啊！便当店的吹卵足成的是哦，便当店的吹卵足成豆花呢。你豆花的豆奶换做换做卵，糖换做盐，安尼毋着吹卵？哦，即摆较袂付是毋？即摆应该是较贵，所以就无要付。对，有迄个甜汤对无？哪像？啊，毋过我即摆看着拢是付红茶较济，红茶有影俗，而且个人透水，就足济红茶。袂当你流血流甲救命，啥物意思？流血流甲救命，你流血呢？你想到雄流血？哦对呢，即摆连迄养乐多拢较无啊。顶摆食着三色豆披萨，哈？敢是有诶披萨店咧黑白出一寡有诶无诶口味？啊，啥来安尼？好，阿咪要来好，紧去食饭，紧去食你今日第一顿，紧。土豆味的中华豆花上赞。好，安尼我考虑看卖小等，敢要来买一下豆花来食。好，大家会去食饭无问题。好，我小等6点就来食。咱还有12分钟，会使把握咱今仔日的短的缘分，到底是讲啥啊？会？哇！我小等哥想要加家己的精华。毋过加精华嘛是会忝，我想要加迄个咱顶摆迄个 Threads 的迄个基本共享的迄个啉热的精华。靠腰大中华的豆花，好啊啦。三色豆的披萨，迄就是你会坑火鸡朋友的迄款菜，是袂要紧啊。三色豆我是会使接受的，哈哈，恁想袂到吼。靠腰安尼，我真正愈来愈想喷烫啊。
啊，恁叫是我做经食的是毋？三色豆我是会当接受的，莫空间就好。三色豆若是无空间，我是食会落。啊，若是空间的拜托是安怎要安尼？哦，要入冬啊！啊，毋过要是有风台要来呢？要入冬啊，是安怎风台阁要来？入冬补啥？毋知，我应该爱知影对无？入冬，我知影入冬爱补啦。啊，毋过我毋知影补冬通常有规定要补啥？敢是迄，就是一般来讲有麻油，还是就是该食的。入冬就补冬嘛，啊，就是食还有做啥？就是油咸咸。哦，补火啊！哦，补火哦，了解。啊，毋过若是补伤过头啊，入冬补喙空。入夏补老爸，安尼呢？啊，啥物叫做热？我嘛会使，热袂使，三色豆会使啦。空间就袂使啊，空间的三色豆甲空间的热拢袂使。对啊，像咱煮迄空间，我嘛做想要知影啊。啊，毋过阮高中的时阵，阮学校的便当拢定有呢，定有三色豆啊，煮空间有病。真正有病，对啊，通常应该拢会想到，就是麻油鸡、姜母鸭，佮啥物，就是火锅迄类的嘛，就是火锅啊，内底有做者汉药的迄种。三色豆空鸡汤，爱确定哦。三色豆空鸡汤，你是讲迄种番麦汤啊，内底就放三色豆安尼啊？一袋拢不会走，啥物物件？对啦，那像国中还是国校啊的迄个叫做啥？或者营养中昼顿哦，营养午餐迄种的嘛定有嘛，但是迄就是迄个秘密一开始会来啊，就是讲迄个囡仔人拢做爱食三色豆，上好势啦。啊，毋过有影吼，就是毋知要煮啥，就上无拢会有一项菜是三色豆啊。上无我国校的时阵是安尼，无，阮到国中、高中的便当嘛定安尼，就是毋知要放啥物菜，就放一个空间三色豆啊，内底反正个有迄个蚵仔，恁敢有食过？我讲上头壳听的，就是空鸡、三色豆，佮有蚵仔，到底是想要创啥？我真正完全无法度接受，我原底就无啥介意蚵仔，佮安尼甲我爸母直接变四色豆，因为四个色水拢无共。啊，讲补火讲敢会？敢会安尼讲补火讲一袋拢袂走，我无听过啦。毋知影阿峰是可能较特别，可能恁遐较有安尼讲。上无我是无听过，嘿。我即摆还咧想头拄仔，毋是头拄仔，小等要食啥？还想无？有淡薄仔想要食肉咖，毋过较贵呢。真正有较贵呢，若无就食高尾鸡、鸡仔猪肚皮、鱿鱼落肉蒜、蒜排骨酥汤。这是啥物？这是啥物俗语话啊？是菜名？想着学校中昼顿就是咧进前油菜，是会惊，毋过即摆真爱。是哦，我是以早就无啥介意，即摆还是无啥介意。可能我较无爱食菜色。菜名哦，
遮长哦。好，小等来研究一下。听起来是真高级，我就料足济。哦，你讲的补血是算 game 的补血哦，我叫是你是讲进步，食补的补血，原来是讲算 game 的补血，安尼了解，一代拢不会走，会使接受。后摆有机会算，才请甲我补血吼。对啊，我其实嘛有做侪 game 想要算的，我有想要招一寡会晓单位 V2 的朋友来算 Minecraft， 毋过大家拢做无用，所以而且迄个要设定有小可麻烦，所以即马要无招着。嘿，我有咧想啦，敢莫开放互观众朋友参加，这我要咧丢图，嘿，因为若是人较济时阵，毋知迄个电脑敢会牵制，嘿，看啊来吼，看啊来，我嘛是咧想，毋过若是大家有兴趣，会使甲我讲，我反正真正会开，嘿，我上主要想要开的即个目的好，应该会当讲目的。我上主要我想要开的迄个原因，就是因为。想讲，若是会使，因为就是迄其实就是毋免专讲设定啥物主题嘛，就是若是有一阵会晓台湾话 VTuber 咧耍，因自然就会一直讲台语。主要就是安尼，对，想要有一个会使一直耍电动会使一直讲台语的节目，嘿，对。毋过嘛对啦，若是 VTuber 朋友时间较歹巧，互观众朋友来参与，可能嘛会使啦。我再个想看觅。哦，鱿鱼肉肉蒜是酒家菜，进前只有较好野的人才食有。了解。以早有做者好野的人才食有的，即马大家较有机会食着。哦，你有算泰拉瑞啊？迄我无算过，迄我真正无算过。你等我来招，好，小等连咪甲大家招来安排看觅看。后礼拜敢有机会好无？水哦！我讲两个人可能毋知影，敢若两个人大家敢看有够开，毋过嘛袂歹，嘿嘛是会使。小等我才来，咱的即个研究看觅，看要搁想要找啥物人。你算拍凊个，你是出门去算拍凊个，顺续罔看台呢？嘿啊，刚刚会足欢喜的，感觉迄个小台，毋是小台啦，互相拆厝，互相小台，就是即个济人同齐算 Minecraft 的一种方式，嘿，反式会使考虑。哇，今日开足济包，佮差不多要41点啊，忝，小可会忝，嘿，阿辉嘛开始无电啊。我真正是无应该昨伊利头拄仔来的时阵，应该我要无不，我头拄仔讲的时阵，伊利应该要无来。我头拄仔有甲大家讲，就是咱昨毋是联动有开讲讲到迄个 Pokemon 的代志，讲到我细汉时无算过 Pokemon 的电动。我昨暗暝真正来开始，我昨暗暝真正就走去算。Pokemon 的 Switch 的电动啊，我算到透早5点半，所以我今日较强啊，较无电，有够见笑诶！哦，这阿慧吼，所以我真正要无电啊！小等，对，好耍，真正好耍。小等6点啊，可能嘛我都动到6点，可能即马就要甲导航啊。小等来食一下暗顿，加一下精华，较早困较有面。无啦，无去面望着 Pokemon 啦，无遐尔好，无遐好诶代志。嘿，是迄个放弃困眠，直接耍 Pokemon。对啊，招啥物？招 Minecraft 啊！阿虎敢要来耍？顶摆我甲阿虎讲诶时阵是讲。伊若准伊电脑袂牵制反射，就是
也让出声讲开讲，嘿，会使会使。一包这大包是一包啥物？一包白啊包呢？你搁爱占第二场，占第二场的拍庆5呢？你这是有跋筊的，还是无跋筊的？若有趁爱看敢要互大家食红？无啦无啦，讲笑的，就是祝福你顺势吼，趁大钱吼。火正要导航啊，小等来。食暗的啊，来看有来甲我 VTuber 朋友招者，看后礼拜敢有机会来耍点 Minecraft 嘛袂歹，有影来甲大家招者，安尼就互大家期待吼，我家己嘛都期待，看后礼拜敢有通好耍，考后耍。考后送敢还有伫诶？你啥要甲伊叫？考后送细声，你要甲伊讲啥？哦，你要甲伊招呢？我或者就是我再招看觅，看送时间拄好会当配合啊，这拢无一定啊。你昨暗暝是拍甲无暝，无是你拍迄吼，迄个 Monster Hunter 对无？敢是对 Monster Hunter 应该是，我知影你嘛有定咧开啊？电动就是安尼啦，电动即种物件就是你一工无用了后，对魔物猎人吗？就是你一工无用了后，你总算有时间会当耍，你就停袂落来。电动就是安尼，我真正有体会到。我 Pokemon 嘛是安尼，含入去就停袂落来。因为我用 Switch 耍其他的 game 的时阵，拢真紧就无电。因为阮兜充电的是伫1楼，我是摕到4楼耍，所以我原底想讲我耍到无电，我就会困啦。毋过我平常时用 Switch 耍其他的 game 的时阵，拢真紧就无电，毋知影是安怎耍 Pokemon 就会使动作久，所以我就真正耍到5点半，凄惨。伤过省电嘛是有伊的歹的所在，对啊，真正足调，我开始嘛要调Pokemon啊，死啊我！无要紧，我今仔日应该翻点进前袂耍。我有甲我家己有约定，我有甲家己有约束，就是我一定翻点进前是爱做工课，翻点了后才来看敢会耍到5点半呢。坤尼，真久无看诶，你好。对啊，软体做好做歹的差别有可能啊，就是伊的迄个 optimize 可能无共嘛。做甲较省电嘛是有伊的缺点，就是会耍足久。那需要 Pokemon 会当交啊？你是耍啥物？我即摆是耍迄个剑盾的剑，因为我学着的是敢若学着这，较新的我可能无。迄敢会当无共的系列，敢会当交啊？我毋知。要紧，有机会再找你来研究者。Nintendo 想袂到吼，真正想袂到。水哦，安尼拄啊好嘛，拄啊好咱斗一组诶，安尼拄啊好上适合交往诶对无？小等迄个再来找你开讲，找你来讲。好，阿辉真正要冰雹啊，真正要冰雹啊，所以甲大家讲再会啊。好，安尼看一下。对，我小等2暝就睡食饭。袂啦，袂算伤晚，袂算甲伤暗。我小等就我计划就是食饭，哪食饭哪甲迄个 VTuber 朋友约一个，看约后礼拜要安怎。刷来就是鸦片，应该是安尼。翻点了，才是我的迄个 Pokemon Party。安尼甲大家讲再会。阿峰暗安再会，阿酸暗安再会，伊利暗安再会，坤尼暗安再会，阿杰暗安再会。有啥？敢有绕高去？绿去车毋知影敢有伫毋过暗安再会吼。好，多谢大家来。安尼咱就明仔载才个见面，明仔载是伫Twitch，明仔载伫Twitch会开迄个汽水
高囡仔，迄一个我伫 Steam 顶面看起来小可新式的 game， 迄爱开家己的麦克，所以明仔载我才招大家来Switch当，毋是Switch，才招大家来Twitch当这看，好，安尼就先今日就害先来到这啊，吼，多谢大家来参与，咱就明仔载再个见面咯，拜拜，拜拜。